后安排。那么当机突然加速了呢？难道是提前加油的Special Promo 吗？直线的零对带体机头左臂20度的仰角开始滚转，他正带领着其他5架飞机开始滚转操作。各机在这个持续滚转的动作中，克服了巨大的离心力，始终保持着严整的编队队形，完成了一个向左的6前方。雷虎小组从我们正前方准备用最崇敬的队形，带着美丽及胜利的3色彩烟，以及充满感谢的7双雷虎之眼，即向各位嘉宾及雷虎之友们献上最崇高的敬意与谢意哦！各位贵宾，让我们以这热情的画面一个掌声鼓励吧！加入内3边，执行跑道方向，实施落地外形升放，检查落地外形正常后，各位贵宾请看正前方 ，Ready Go！ 完成了高难度交叉转弯，过人的敏捷力及反应力，我想连钢铁人都可能望尘莫及了。轻描淡写的完成了倒飞姿态。各位贵宾，请看我们的4号机，看到没有？它以4、5、6号机当做圆心在画圆，在短短的9秒内完成720度的轮转。这给各位3位一体的绝佳默契，一个热情的欢呼声吧！速度200公里，进击！